维吾尔穆斯林被带走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其儿女也被圈在铁丝网内，同时还被禁止说母语。韩东此前报道，教育转化营内逾100万穆斯林被强迫学汉语，并接受政治思想教育，而他们的子女也被封锁在爱心学校里接受汉语政治宣传的查读。同时，这些孩子被迫在全汉语环境接受教育，也就是说，用汉语教导他们汉族文化及规范。这些维族传统文化传承者就这样被剥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世界各地维吾尔人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庆祝诺如兹节并介绍维吾尔文化艺术。德国慕尼黑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维吾尔人举行了庆祝诺如兹节活动。另一方面，东突厥斯坦现代运动主席阿卜杜萨拉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以为受害者发声为题的活动上发表讲话，并介绍东突厥斯坦最新局势。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7国集团国家。罗马方面希望这将为陷入停歇的意大利经济带来投资，但此举已引发欧盟和美国不满。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意大利3天国事访问的一部分，意大利政府在上周6举行的一个仪式上签署了支持该投资计划的谅解备忘录。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各种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北火车站前。示威活动得到各政党和许多机构的支持。在演讲中，种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不同对待受到了批评。在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发生飓风灾难后，死亡人数日益增加。各国在飓风中丧生的人数分别为：莫桑比克有417人，津巴布韦有259人，马拉维有56人。搜索和救援协会团队也响应莫桑比克政府的号召，前往该国并参与搜救活动。根据最新消息，在飓风中丧生的人数已超过700人。